伫咧室内哪有即个空气污染的问题？根据环保署上新的统计资料，台湾人逐工差不多有8-9成的时间拢是伫咧室内，结果厝内空气污染的问题同款真严重。就企业甲室内环保品质合规，发觉讲若是用吸尘机伫咧摒扫的时，安尼室内空气的品质就会无好。PM2.5浓度也就是营养的浓度增加2倍33。另外，因为人的身躯有一寡细菌，困的时可能会落伫咧眠床，这细菌分解了后，就会产生毒素。大人铺眠床或者是囡仔跳眠床的时，这毒素浓度可能会升悬到87倍高。细汉囡仔坐伫咧塑胶珠仔顶悬，欢喜咧耍佚佗物。另外一边，扫涂骹的机器人出动，豆豆咧运作清扫拖刷粉。但是莫小看这个动作，煞会互室内的 PM2.5的浓度豆豆起悬。特别是咧使用主打高吸力的吸尘器的时阵 ，PM2.5的浓度起悬上济，恐惊会达到红害的级数。吸尘器扫得比较干净，那扫得比较干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吸力比较强。那吸力比较强，代表的是它带动的这个扰流也会比较高。研究团队一个15平大的空间，针对细汉囡仔一般咧爬大约是45公分的高度，来使用2种扫涂骹的工具做试验，结果发现，一个使用吸尘器开始摒扫的时阵 ，PM2.5的浓度会对原本的15微克冲到50微克，增加2.3倍。若扫涂骹的机器人开始运作的时阵 ，PM2.5的浓度是会增加1倍。另外，伫咧人的身躯顶悬有袂少的细菌会伫咧困的时阵落伫咧眠床顶，这个细菌分解了后，就会产生类毒素。家长伫咧储床单，也是囡仔咧跳眠床的时阵，会互这个类毒素浓度超标87.9倍，同款会互室内空气的品质变甲无好。内毒素的问题就是它破掉了、死掉了，可是这个反而变成小颗小颗的过敏源悬浮在空气中，所以我们看到铺床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内毒素上升的倍数是很高的。一旦类毒素的浓度伤悬，吸入去气管内底，就会引起发炎的情形，会提高囡仔治着黑菇也是过敏的机会。平常时上好爱定期来清洗房间内的用品，伫咧摒扫的时阵嘛建议爱滴喙暗，上好嘛莫有囡仔伫现场，避免互囡仔伫咧空气污染的境界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